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给陈牧师，他今天证道的题目是撒玛利亚麻风病人完全得医治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主，求你教导我们，透过这段经文，麻风病人得医治，使我们身心灵也得医治。麻风病人学会感恩赞美，让我们这一生成为一个颂赞感恩的人。也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，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我们今天的经文是说，耶稣往耶路撒冷去，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，进入一个村庄，有10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，远远的站着。这2节圣经其实有好多的背景在后面，我们今天把这个背景跟大家述说一次。来，这里提到耶稣基督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的最后的旅程，在这里是继续着路加9章51节，耶稣定义往耶路撒冷去。他在那里的时候，他的同胞用十字架来回应耶稣基督一生医病赶鬼行神迹的恩典。他的百姓，他的同胞用十字架的死刑来回应耶稣。所以耶稣上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心里面是何等的伤痛，但他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，仍然定义往那里去，因为他很清楚的知道，他来到世上的目的，就是在十字架上受死，第3日要复活，完成他的救世大业。但是在这个痛苦的旅程当中，耶稣基督仍然谆谆的教训他的门徒，并且帮助求他怜悯的人。那这一段是讲到麻风病人得医治。我对麻风病人印象非常的深刻，因为我是住在全台湾3大麻风村之一。我们村子总共大概，我了解知道，我们村子就将近有1000人被带到哪里，知道吗？乐山疗养院、乐生疗养院，还有高雄基督教医院被强制隔离。从日治时代就这样了。所以麻风病的台语叫做胎哥病，麻风病的家族叫做胎哥健，麻风病的小朋友就胎哥囡啊，全身都长大麻风的叫胎哥里暖蛇。有没有听过这种台语？你们没有的，表示你们没有跟麻风病生活在一起，所以我们那边的这种术语特别多。那麻风病呢，是一种感染麻风杆菌在血液，而血液中毒，皮肤溃烂，毛发脱落，四肢萎缩，容貌扭曲，然后容流血烫，秽臭难闻，令人恐惧。所以犹太人认为这是扭曲了上帝的形象，显然是上帝惩罚他们，是罪恶的象征。所以摩西的律法就规定，麻风病人不准蒙头，不准戴帽子，要穿丝类的衣服，让人家容易识别。如果有人走近，他要大声喊说：“我不接近，我不接近。”如果没有让人听到而接触人超过50码，他们就可以用石头把他打死。所以麻风病人活着没有尊严，而且他们一得麻风病，亲如夫妻，情若父子，都要被隔离，再有上好的手艺，都要被驱逐出境。所以一个得麻风病人的人被除掉户籍，又除掉他们设公民籍，所以他变成没有家，没有工作，更要除掉会堂籍，表示上帝也不要你。所以一个人就无立锥之地，除非得上帝显神迹才能够痊愈，但痊愈以前要经过祭司的验证，
发了证书以后，然后呢去办户政，重新归籍，去办工会的会籍，回到社会去办会堂的会籍。所以这10个麻风病人，就是被驱逐出境，住在麻风村的一个的人。好，这个故事的背景是耶稣往耶路撒冷，特别提到经过撒玛利亚跟加利利的边境，那是犹太人跟撒玛利亚冲突的地方，这2个种族是世仇，但是这麻风病人使他们同舟共济，忘却仇恨，建立一个相依为命的共同体。麻风病人被驱逐，生活在无人照顾、没有救恩、没有帮助、无奈的之下，可能他们的家人1个礼拜会送1次饭，以后1个月送1次，以后就不行。而且他的儿女的户口，父亲上面写着什么？父亲麻风病就写着父不详，就完全就这样子。所以在这段叙述里面，耶稣特别我们提到第1节，耶稣经过撒玛利亚跟加利利的边界，表明耶稣基督选择捷径，由加利利穿越撒玛利亚到耶路撒冷。这是一般虔诚的犹太人绝不干的，因为犹太人他们不愿意接触撒玛利亚人，所以他们都绕道。可是耶稣基督却愿意去。而上次去撒玛利亚的时候，那里的人不接待他，不让他走路，不给水喝，不给食物。所以雅各跟约翰建议耶稣说：“我们从像以利沙一样，从祷告从天上降火烧死他们。”结果被耶稣斥责。所以在南犹大人的眼光里面，耶路撒冷是最圣洁的，加利利是最差劲的，叫做外邦人的加利利。哇，那差了一大截中间的撒玛利亚，那是杂种人住的杂居之地，最最不洁。可是耶稣基督却是出生于加利利，耶稣基督在加利利做工，耶稣基督也到撒玛利亚去，而且地处边缘、暧昧灰色的地带的，而耶稣基督竟然亲临那里。又把社会最边缘化的人家最不要被社会唾弃遗忘的那个麻风病人，所以你有没有发现，耶稣的恩典、耶稣的慈悲、耶稣的大爱，是包容了犹太人所排斥的地方。好，我们来看这10个麻风病人，他们10个是整数。其实犹太人的象征意义里面，10个是整数，也是非常多，表示这些人是非常的麻风啊。所以犹太法律里面，他们不能接触健康人，所以他们跟耶稣保持50码以上。所以这个不洁净的人，他们村内村外分得很清楚，成为强烈的对比，而他们只有指望耶稣基督来拯救他们。好，我们来看他们怎么。当耶稣进入这个村庄的时候，其实这一些人是在村庄外低洼最脏的地方，而是无水之处。当耶稣进入这村庄，就引起了轰动。这一群麻风病人决定来找耶稣，但是要跟群众保持距离，所以他们远远的站着，因为他怕被石头 K。他们岂怜耶稣可怜，因为他们可能听过耶稣曾经医治一个全身长大麻风的人，路加福音5章12到16。而且这个空前的神迹轰动了整个犹大地。既然耶稣有这种能力，而且一句话说我肯已洁净了，所以耶稣声名大噪。他们一听到以后，觉得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，当然不能错过，所以他们就跑来祈求耶稣。所以他们高声喊着说：“夫子，可怜我们吧！”结果没想到耶稣定睛一看，说：“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。”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。耶稣基督就医治他们。耶稣听见他们满怀信心的呼求，看见他们的需求就回应。然后他们要求说，耶稣基督说：“你们去给祭司查看。”
表明耶稣考验他们的信心，也显示耶稣的慈悲跟能力。那些病人听而顺服，就发现洁净了，祷告蒙应允了。请注意，这里的洁净不只是痊愈，而是要给祭司查看，表示耶稣基督不止他们身体好而已，而要给祭司查看，拿证书回归家庭，回归职场，回归教会，去过着一个正常的生活，过着与神、与人、与家庭、与社会和好的生活，这是真正的痊愈。可是在这里，故事进入了第二部分，那个转折令人惊奇。原来10个人一起求救，都全部得到应允，全部得医治，但只有一位积极的回应。痊愈以后，那个外在的环境已不再迫使他们在一起不可，他们就拆伙了。何况那9个人就看不起这个撒玛利亚人，他们大概急着过着正常生活，立刻跑去找祭司验证。好，路加的记载很特殊，他说这个人就回来，大声归荣耀与上帝。请注意，那个见自己好了，那个好了的希腊文就是救恩同一个字，他就大声归荣耀与上帝，他就认出耶稣基督就是上帝，很特殊，所以他就伏在耶稣面前感谢他，表达他内心不但他外在的身体得痊愈，他内心也得到拯救，领略上帝救恩的美妙，所以他觉得融入社会比较其次，最重要，我要跟神建立美好的关系，以神建立美好关系以后，去感谢上帝，然后呢，我再用感恩的心回到家庭，用感恩的心回归社会，用感恩的心回到教堂，变成从此过着一个荣神益人的生活。这是很特殊的，请注意，我们弟兄姐妹，你如果有帮助人的经验，通常被帮助以后，会不会一生感谢你？不会。告诉你，大部分的人就赶快就逃走你，离弃你，不认识你。尤其在精神上有困难的人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每次看到你，就想起他以前龌龊的日子、痛苦的日子，最好不要见到你，对不对？所以会回来感恩，甚至于传报的很少。好，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，发现这个人是撒玛利亚人。这个人是被犹太人所轻视、所鄙视、所恨恶，认为是被上帝遗弃的外族，根本就不屑与他们往来。但是这个神迹强调耶稣的爱，打破了一切宗教跟种族的藩篱。以色列人认为他们是圣洁的族类，属上帝的子民，照理说应该更懂得感恩，可是他们却不知道感谢，实在讽刺，实在讽刺。好，从这段圣经里面，我们来反省，到底这段圣经里面要教我们什么？我们来反省。第一个，我们要学习麻风病人的求救性，求救的个性。那个向神求救，向人求援，这是我们最难的功课之一。有一本书叫做《为什么男人不问路，女人不看地图》，了解吗？就不愿求助。这我们要学习麻风病人，他们为了得拯救，你知道吗？他们懂得去求救，而且求得很有技巧。他们按照律法的规定，远远的站着，离开50码，了解吗？如果一个人去求的话，离50码，而且麻风的又烂掉，什么声音可能喉咙都讲不出来，讲了没有人看到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不像那个我们上次讲的那个，我马可福音第1章的那个麻风病人，他是趁耶稣基督单独的时候，跑到耶稣的前面去，了解吗？众人的时候他不能，要离50码。那个人到前面去的说：“主啊，你若肯，必能叫我洁净吧。”他跪一半，意思说你如果不肯，反正也没关系啦。就是准备耶稣万一说不洁净，
他就赶快溜走，不然都要被石头打。啊，这10个人呢，他们就远远的站着，而且非常有默契的大声喊：“师父，耶稣，可怜我们吧！”而且他们说话的时候上下一致，整齐的说同一件事，别人才听得到、听得懂。他不能杂乱无章，各说各的，他们不能各有一把号，各吹各的调。大声表示祈求的恳切，是触动他们心灵里面最深处的渴慕。他们一起喊呼叫耶稣的名字，把耶稣看成朋友然后称耶稣为夫子，他把耶稣尊敬。所以圣经上很显然显示，耶稣听见他朋友的呼求。耶利哥的盲人也是这样，十架的强盗也是这样子，都称耶稣啊。所以他们呼叫：“可怜我们吧，可怜我们吧。”这个是在诗篇41篇第5节，51篇第3到4节，就是 Kyrie eleison 的希腊文，像 Kyrie eleison， 意思说可怜可怜，怜悯我们吧。这比请耶稣直接治好更美，因为他们深信耶稣基督早知道他们的需求，一切尽在不言中。他说：“耶稣，可怜可怜我吧！主耶稣，我的夫子，可怜可怜我吧！”他们很可怜，没有人为医治，只能在旷野受苦，直到痛苦的死。他们需要怜悯。从这里，我们好好来学习，求主帮助我们。我们如果敢对上帝求救，我们就可以对人求助求问，这个帮助我们。所以，可能我们的身体没有像撒玛利亚人那么糟糕，也没有像那10个盲病人那么糟糕，但是我们心灵的灵魂可能差不多。我们生来就有致死灵魂的病，我们的罪，我们没有希望，我们不能靠自己，我们也不能靠别人，我们跟那十位病人一样，只能远远的站着，向耶稣说：“夫子耶稣，可怜我们这个罪人吧。”结果耶稣用一句话就医治了这10个人。耶稣是神，他有神性的能力，他也有怜悯的恩典，所以有能力又有恩典。如果一个人有能力没恩典，他冷酷不帮助；如果一个人有恩典没有能力，他爱莫能助。而耶稣基督有恩典有怜悯，耶稣也要赦免我们的罪，而且拯救我们。所以这就是教会耶稣借着牧师的口说：“我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你施洗，我奉父子圣灵的名赦免你的罪。”所以我们洗礼的意思就是这样子。所以我们要学习像撒玛利亚人，像那个10个盲病人。第二个，我们要学习那个撒玛利亚人的感恩性，感谢主名就必得胜。哇，人要学会感恩，实在非常的难。所以佛教也有感恩，然后社会上也讲到感恩，但是那个感恩跟基督教的感恩是截然不同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感恩来自源头，我们恩典的源头是上帝，而且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是白白的恩典。所以这个撒玛利亚裔的盲目病人意识到自己被医治了，他没有因此大肆庆祝，立刻回到主耶稣那里，先是赞美上帝，后来跪到主耶稣面前谢恩。请问，耶稣基督是不是不只用圣洗重生我们，使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？他也借着圣餐培养我们的灵性。拿着吃，这是主耶稣的真身体，为你们的罪舍的；拿着喝，这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，为你们免罪流的。这个很丰富的恩典，耶稣基督不但爱我们，并且喂养我们；耶稣基督不但给我们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耶稣基督不只救我们脱离了地狱的痛苦，更带领我们进入天国的喜乐。耶稣基督不只叫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，而进入上帝爱子的光明里。所以我们要更感恩。当我们感恩的时候，上帝的眼睛就让我们打开，让我们知道更多要感恩的。他每天保守我们，给我们食物，给我们衣服，给我们地方吃下健康。所以我们要感恩，因为各样美善的恩赐跟各样全备的赏赐，都是从上头来的，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。所以感恩的心变成人格跟灵修的
衡量工具。缺乏感恩的心，就表明我们自私自利，或者认为我们应该得的，就是心中的骄傲。而感恩就是谦卑的心。所以我们要感谢上帝的实在太多了，我们领受上帝的恩典。所以我们越感恩越会感恩，难怪保罗教我们要警醒感恩，免得我们忘记，而且要凡事谢恩。第三个，我们要学习撒玛利亚人的信心的榜样。撒玛利亚人其实在告诉我们，这是外邦人悔改归正的榜样。他回转归向耶稣，感谢上帝的行动，受耶稣的肯定。耶稣说：“你的信心救了你。”你有没有发现，这个盲病人2次来到耶稣面前？第一次是求助，求主耶稣医治他们；第二次是跪在主耶稣面前赞美跟感谢，他感受到上帝救恩的临在，而这个救恩的恩德使他明白耶稣是谁，使他明白耶稣基督是谁。这是很特殊的。他没有回到基利山去撒玛利亚人的圣殿去敬拜，没有，他回到一个活活的上帝显现的圣殿，耶稣就在耶稣的面前跪拜。换句话说，他照理说一般人看见神迹都把荣耀归给上帝，而他把荣耀归给上帝来敬拜耶稣，因为他明白耶稣基督是谁。耶稣基督就是上帝道成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。所以他跟前面9个人不一样。9个人经历了神迹，但没有信耶稣；9人经历相信上帝，但没有信耶稣。好多人相信冥冥中有一位宇宙的主宰，但是他不相信耶稣基督就是上帝来到我们中间。所以我们学习撒玛利亚人这样的信心榜样。最后我们要领受他那种完全的得医治。请注意，好多人很在乎身体的得医治，其实身体得医治还会再生病，对不对？就好像一个污鬼赶出去了，他得医治以后又有7个来附身，可是这个人却不一样。耶稣说：“你的信救了你。”意思说，他的信心不只领受耶稣所赐的医治，而且他跟上帝恢复了关系，与上帝和好，并且完全的跟耶稣基督建立了那个亲密的关系。所以在这里让我们学习到，我们不要只在神医特会得医治，还是上帝奇妙的神迹。我们生活在周遭，上帝为我们预备的医生、护理师、帮助者、牧师、同才，这些都来自上帝的赏赐，我们都应该感恩。所以一个感恩的人，就是我今天有家为我的家感恩，我有工作为我的工作感恩，我有教会为我的教会感恩。这样的感恩的心来服侍，那才是全然的医治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主帮助我们，不要像那些犹太人一样，只求神迹，而却不知道感恩。主啊，恩待我们，像这一位撒玛利亚人一样，他不只感谢主名，而且认出主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，而且他得到全然的医治。恩待我们每一个人，奉基督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